7月5號，聖羅撒女子中學嘅155位小學畢業同學喺風球之下順利返到學校千禧堂舉行2024-25學年畢業禮。校長簡瑞川話：呢個係一場感恩嘅典禮，因為有唔同嘅人付出，包括教職員工、家長以至政府，成就咗澳門15年嘅免費教育，而同學亦都從小有機會喺學校呢個平台學習同發現自我。簡校長話：小學畢業係同學同家長都要面對嘅一個跨度唔細嘅轉捩點。咁各位同學，以後3號風球同你冇關係㗎，你咧就唔好諗住3號，你已經要諗住8，即係嗰日或者嗰個禮完咗之後咧，你就脫胎換骨啦。因為你嘅身體咧會一定喺度成長啦，係嘛？佢啲荷爾蒙會騷擾你嘅。然後咧，你接受一個雖然係上多幾層啫，但係其實咧嗰個教學方式咧係已經唔同咗啦。各位爸爸媽媽都恭喜你哋啊！從今日開始咧，你就面對一個人生裏邊咧好強嘅挑戰，就係佢哋嘅青春期嗰個1言9鼎咧開始㗎啦。或者咧經常俾你食閉門羹或者咧佢喜愛佢嘅手機多過喜愛你。但係呢啲咧都係佢哋成個成長過程裏邊咧係會發生嘅。我哋回望我哋自己都係咁樣走過嚟，所以各位爸爸媽媽唔好怕面對挑戰，多啲聆聽佢哋需要。但呢6年嘅小學教育亦都教會佢哋喺中英數基礎知識以外，讓佢哋發現原來大家對視覺藝術、跳舞、體育、話劇更有興趣。佢哋又從參加機械人比賽中鍛鍊情商，學會點樣面對失敗，喺祈禱中平復心情，冷靜面對唔同嘅挑戰，最後取得成績，衝出澳門。簡瑞川校長一再強調，學校實行嘅天主教教學理念係要讓同學喺學校呢個平台，除咗學會知識，更重要係學習點樣同人相處，點樣有自己，亦都有他人，互相關愛、互相承擔責任嘅地方。呢個理念係從學校幼稚園就開始，喺7月8號嘅幼稚園24-25學年畢業禮上，小年紀嘅畢業生從佢哋嘅話劇同舞蹈表演《公主夢遊健康國》，就話俾大家知道佢哋嘅健康，佢哋負責。呢一份學會經歷同發掘自我角色同任務嘅培育，正係透過讓同學喺親身參與嘅過程，感受到佢哋係家庭學校嘅一份子，從而學會付出，為未來服務社會，貢獻國家，打下人生嘅基礎。簡校長希望家長們同學校同行，讓同學們透過學校呢個平台發現自己，並成為一個天主創造佢哋嘅時候最完整嘅佢哋。